嗨，大家好，我係 Peggy 啊，歡迎嚟到水晶療癒之旅。今集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係一位能夠通行靈界嘅科學家史威登堡。佢係曾經同牛頓齊名嘅科學家嚟㗎，之後忽然擁有自由往來靈界嘅能力。佢用科學嘅角度嚟研究呢一個非一般人能夠體驗嘅世界。仲帶俾世人好似奇蹟咁嘅希望同非一般嘅靈性禮物添。有好多名人都對佢嘅作品有非同凡響嘅讚譽㗎，例如海倫凱勒、榮格、老羅斯福總統、德國嘅文學家歌德、20世紀日本宗教思想家鈴木大拙，仲有就係福爾摩斯嘅作者阿瑟科南道爾。而今集嘅主人翁史威登堡係喺1688年1月29號喺瑞典出世㗎，係一個牧師嘅第二個仔。當時瑞典嘅國教係基督教路德教派，佢爸爸喺宗教界嘅名聲係非常之顯赫㗎，仲俾瑞典女王任命為駐首都斯德哥爾摩嘅史卡拉大教堂嘅主教。史威登堡喺讀大學嘅時候，關注嘅焦點全部都係科學領域嚟㗎。雖然父母都反對佢從事科學研究，但係22歲嘅史威登堡仲係堅持選擇科學家之路。咁當然，佢爸爸見到佢拋棄自己家族嘅傳統，違反自己嘅意志而沉迷於科學，係大為失望㗎。但係史威登堡係一個非常之聰明嘅人，佢好快就聲名大噪啦。當時仲被公認同發現萬有引力嘅牛頓齊名添，而佢亦都提出過一啲超越時代嘅科學理論，仲可以同100-200年後好似愛因斯坦呢一啲等同份量嘅科學家提出嘅論文互相參照添啊！佢仲提到過一個獨特嘅概念，就係無限嘅能量係宇宙產生嘅根源啊！而喺1745年，喺史威登堡57歲嗰年，佢遇到不可思議嘅巨大轉捩點啊！佢喺倫敦有一個好特殊嘅體驗啊！忽然之間就將之前對科學嘅着迷全部放低晒，佢變咗一個探索神秘靈界嘅大靈能者啊！喺嗰日之後，佢身邊只係得一本聖經咋，而佢身邊好多朋友或者科學界嘅人都勸佢重返科學界，但係佢就話以後世界上仲有好多好似我咁樣嘅科學家，但係接受我呢一種使命嘅人唔知道仲會唔會有啊。喺1745年到1772年呢27年裏面，佢都可以隨心所欲咁樣往來靈界，都唔知佢到底去咗幾百次、幾千次定係幾萬次啦。每次史威登堡探訪完靈界之後，一返到嚟就會不停咁樣寫低佢嘅經歷。佢留低嘅有幾萬頁嘅遊記啊，而佢所寫嘅同靈界相關嘅著作最有名嘅包括有《天堂與地獄》、靈界秘聞、神的法則、神的愛與智慧、靈與肉的交流、真正的基督教、結婚之愛等等。但係有一啲著作係可以分好多本㗎，例如靈界秘聞咁樣，就已經有8本咁多。大家又試下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日有個外星人嚟到我哋嘅地球某一個地方，但係又唔可以去第二個地方㗎喎，咁佢去到嗰個地方嘅第一個印象，佢就會覺得地球就係咁樣噶啦。例如佢去到夏威夷，佢就會覺得地球係生滿晒椰子樹嘅，而且唔需要擔心唔夠食噶喎。但係如果佢去到紐約市中心嘅話呢，佢會認為地球係逼滿晒高樓大廈，街上面人來人往。又如果佢去到中東，佢會認為人類全部都係信奉伊斯蘭教噶。對於靈界，如果人類一直都係咁樣瞎子摸象嘅話，亦都會變得好無知噶。所以上天選擇咗史威登堡嚟做溝通嘅使者。而對於一個未知嘅世界，就算係史威登堡咁聰明嘅人，如果只能夠去一次嘅話，咁同外星人嚟地球探險一陣間就走，恐怕都冇乜分別啦。所以特別嘅命運就降臨咗喺一個科學家身上。
令佢得到毫無限制、任意喺另一個世界遊歷嘅特權，仲令佢睇到自己想睇嘅每一個角落，仲可以同存在喺嗰度嘅意識進行溝通添。而帶領佢嘅使者係會帶佢由天堂一直睇到地獄最低層為止㗎。史威登堡甚至能夠同歷史上嘅名人見到面，包括耶穌、12門徒、使徒保羅，仲有幾個教宗添啊！佢仲將呢27年往來另一個世界見到嘅、聽到嘅同體驗到嘅一切記錄落嚟，再進行分析同埋作詳細嘅描述。而史威登堡喺晚年嘅時候，曾經喺某本書寫過嘅序文係咁講㗎：我史威登堡喺過去26年裏面，經常將肉體留喺呢一個世界唔理，變成靈體進入死後嘅靈界嗰度。我同生活喺嗰度嘅眾多靈體交流溝通，睇到同聽到無數嘅嘢，記載喺呢度嘅一切都係我嘅親身經歷。我好清楚，大多數人都唔相信，好似我呢一啲喺人類歷史上係極為稀有嘅獨特體驗者。但係我唔會擔心呢一啲嘢，因為我自己相信我記錄落嚟嘅全部對我嚟講都係親身經歷，而接觸到我留低嘅呢一啲著作嘅人，冇一個可以否認人嘅靈魂係永遠存在㗎。知道除咗我哋住緊嘅呢一個世界之外，仲有另外一個靈嘅世界存在。透過呢一啲嘅描述，我將我點樣進入死後嘅世界，好似同在生嘅人見面交談一樣，睇到同聽到嘅一切都帶返嚟，明確咁講出靈界同我哋呢個人界之間到底有乜嘢嘅關係。我到靈界睇到同聽到嘅嘢實在太多啦，所以我寫低嘅記錄數量亦都好大。諗到咁龐大嘅數量，我留喺人間嘅時間相對嚟講真係實在太短啦。因為我會喺出年嘅1772年3月29號就會離開呢一個世界，而喺呢一日之前，最後一次出發去靈界之後，永遠唔會再返嚟。我已經冇時間可以浪費啦，我只能夠搏命去做，我太忙啦。史威登堡嗰陣時就已經知道自己嘅死期，佢喺離開人世之前曾經寄咗一封信俾一位教會嘅牧師，預言咗自己嘅死期。佢寫上面嗰篇文章嘅時候，係喺佢離開人世嘅前一年，而好多人讀咗史威登堡呢一篇序文嘅時候，都可以感受到佢對全人類嘅使命感係好徹底㗎。而佢本人亦都相信，佢嘅讀者裏面有好多都會覺得一定要相信佢講嘅呢啲道理。人係萬物之靈，因此史威登堡相信一定有部分人讀咗呢一啲文章，就會直覺咁樣睇得出佢講嘅就係事實。而史威登堡嘅戲劇性生涯係點樣開始嘅呢？就係喺1745年嘅某一日。佢啱啱喺英國倫敦旅行，史威登堡啱啱喺佢平時去開嘅餐廳嗰度食緊飯，不可思議嘅嘢就發生啦。喺食飽飯之後，佢諗住起身離開嘅時候，突然見到餐廳周圍都散發住好似太陽咁嘅七色光啊！呢一啲光仲非常之強烈添，令到佢睜唔大雙眼，差啲俾佢嚇死啊！而喺光裏面出現咗一個着住白袍嘅男人，佢件白袍仲會發出金色嘅光㗎。史威登堡係從來未見過呢個人嘅。嗰個人開口講咗一個字，你。講完之後，嗰個人就消失咗啦。而喺餐廳裏面仲有一啲煙霧彌漫嘅嘢包圍住史威登堡添。之後佢返到酒店喺度諗，我身體差到唔通有幻覺。之後諗咗一陣，佢就走去瞓覺啦。到咗第二晚，佢諗住瞓覺嘅時候，房裏面突然又好似餐廳咁樣，忽然間光到好似日頭咁樣啊！嗰個神秘人又出現，企喺佢嘅床邊，之後仲好嚴肅咁樣同佢講：唔好驚，我係神派嚟嘅使者，我嚟呢度係要賦予你一個重要嘅使命，你會被帶到死後嘅世界，即係靈界嗰度。你要去嗰度同靈溝通交流，
將喺嗰個世界嘅見聞記錄落嚟，再話俾呢個世界嘅人聽。你千祈唔好輕視你呢一個神聖嘅使命啊！講完，嗰個神秘人就消失咗啦。喺嗰日之後，史威登堡就冇再見過呢個人啦。唔單止喺人世間，連佢後嚟去到靈界都冇再見過呢個人。但係就係因為呢一個人，令到佢嘅生活從此就180度轉變。見到呢一個不可思議嘅人之後，靈界嘅大門就為史威登堡打開咗啦。佢嘅眼打開咗，亦都被賦予可以隨心所欲咁進出靈界嘅神秘能力啊！從此之後，佢就將靈界當係自己嘅屋企咁樣，想去就去。就係咁樣，史威登堡接受咗使命之後，就將佢特殊嘅靈界體驗全部記錄晒落嚟。佢將自己進入靈界嘅技術稱為模擬死亡技術啊！呢一種能力就係令肉體進入近似死亡嘅狀態，而留喺人間。靈魂會同肉體分開，就好似死咗嘅人咁樣變成靈一樣，成為完整嘅靈體去靈界。史威登堡靠住呢一個上天賦予佢嘅特殊能力，可以主動咁脫離身體，而喺離開嘅期間，肉體係唔會腐爛噶，仲能夠維持一定程度嘅生理機能。我覺得就好似瞓緊覺咁樣咯。而等到佢喺靈界返到肉體之後，又繼續過正常嘅生活。對靈體嚟講，肉體就係好似衣服咁樣，冇乜分別噶。史威登堡喺呢27年裏面就係咁樣，好似除衫之後又着返衫咁樣，不斷重複去執行呢一個使命。咁靈體到底又係乜嘢呢？史威登堡話：我哋稱為我呢一樣嘢，其實係靈體，肉體裏面係冇真正嘅生命噶。肉體只係靈體嘅器皿或者工具。依家喺世上生活嘅所有人幾乎都認為自己靠肉體而生存，其實令肉體生存嘅真正主人係肉體裏面嘅靈體啊。佢仲話靈體先至係真正嘅自己啊，就算冇咗肉體衣服，一樣都係一個完整嘅人，而周圍嘅生活環境只係喺物質界搬到去靈界。喺物質界啲人認為靈體離開肉體就係死亡，但係其實呢個生命係冇消失噶，甚至我哋嘅本質亦都唔會因為咁樣而改變，甚至連樣貌、記憶、情緒、思考力全部都喺返度噶，只不過着住肉身衣服嘅時候，物質做嘅肉身會成為靈體嘅負擔。唔係用物質，而係用靈性能量造成嘅靈體，比肉體係更加完美噶。喺脫離肉體之後，仲會感覺頭腦一下子清晰幾十倍添啊！各種嘅感官比肉體仲要敏銳清晰好多。唔再有肉體嘅靈體會施展靈性嘅能力。靈體係唔會用肉體嘅方式，而係用完全唔同嘅方式去感受時間同埋空間噶。佢仲話冇辦法用現實世界嘅概念嚟形容，靈體嘅移動係在於心念嘅速度啊，比光速更加快。就算幾千萬億嘅長度，佢話亦都可以一陣間就去到。史威登堡話靈同靈之間透過思想就可以互相對話，唔理對方心裏面諗啲乜嘢，佢都能夠即刻知道。佢進入靈界之後，同遠古時代或者世界各地嘅靈都能夠自由交流，完全冇語言方面嘅障礙噶。史威登堡喺書裏面講，佢嘅靈魂就係喺天堂裏面跟住帶路嘅靈，去靈界裏面佢想去嘅地方。唔單止係天堂，佢仲成日出入地獄添。佢仲話佢身邊唔單止有帶路靈，仲有保護佢嘅守護靈。首先喺睇佢嘅體驗記錄之前，佢話有3個原則一定要首先理解嘅。第一，係有另外一個世界嘅存在嘅，而且呢個世界係造物主創造出嚟嘅。喺地球上有人類以嚟，一個人類都冇消失，而且仲係住喺嗰個世界嗰度。第二，人係有雙重體嘅，就係肉體同靈體。喺人世間嘅時候，靈體係住喺肉體裏面嘅，而生命力完全就係喺靈體嗰度，肉體只不過係靈體嘅工具。3，
人喺人世間死去嘅時候，靈體自然就會脫離肉體，但係人嘅本體生命係唔會死㗎，死嘅只係肉體，靈體係會向靈界移動，之後永遠都存在，而呢個係每個人都冇辦法逃離嘅法則。後嚟史威登堡喺1758年出版咗《天堂與地獄》呢一本書，嗰陣時佢同靈界嘅交流已經有13年啦，佢已經掌握咗天堂、地獄、中間靈界呢一啲嘅真相，但係因為內容太過出人意表啦，喺當時嚟講實在太過激進啦，所以佢唯有匿名喺倫敦出版。喺嗰陣時開始，史威登堡喺歐洲作為靈能者嘅聲名就比作為科學家嘅聲名更加大啦。以下係佢嘅書出版咗之後發生幾件廣為人知嘅事跡。史威登堡曾經接受咗祖國瑞典女王嘅邀請去同佢見面，而佢本身係瑞典嘅貴族，亦都係上議院嘅議員。女王有咩活動慶典間唔中都會邀請佢㗎，但係嗰日佢係受邀請喺一班官員面前試驗通靈啊。女王之所以召集呢一個聚會，係為咗兩個理由嘅。一嚟佢想睇下史威登堡已經傳遍歐洲嘅通靈異能；二嚟係為咗透過史威登堡嘅口喺眾大臣面前誇讚已故將軍留俾後世嘅恩惠。女王問史威登堡識唔識呢一位將軍，但係史威登堡從來都唔知道有呢一位將軍嘅存在。之後女王寫低咗將軍嘅名，交咗俾史威登堡，同佢講將軍死咗之後留咗一封遺書俾我，呢一件事除咗我之外冇人知道㗎，內容就當然更加冇人知啦。我之所以冇將佢公開，係因為當時裏面提到嘅人仲健在，同時將軍亦都拜託我唔好公開。不過依家裏面嘅相關人士都已經離開人世超過10年以上啦，我想將嗰封信公開俾各位官員知道。既然你可以到另外一個世界去見逝者嘅靈魂，咁我就想借你嘅口嚟將呢一封信嘅內容公開。喺接受咗女王嘅命令之後，史威登堡喺眾多嘅官員面前瞓咗喺梳化上面，用佢好熟練嘅模擬死亡技術脫離肉體。但係佢淨係知道將軍嘅名係唔夠㗎，要入靈界揾將軍之前需要更多嘅資料。於是佢就進入女王嘅靈魂去搜集資料啦。但係女王根本就冇諗過佢會走入自己嘅靈魂裏面揾情報。史威登堡進入靈界之後，用喺女王嗰邊睇到嘅資料對比一下，即刻就揾到嗰位將軍啦。佢就開始同將軍用思維嘅方式嚟對話，你係唔係嗰位將軍啊？將軍話係啊。史威登堡即刻就將遺書嘅問題講咗出嚟啦。而因為將軍到咗靈界都好耐啦，佢對之前嘅記憶已經慢慢咁樣淡忘咗。將軍好努力咁樣去揾翻之前嘅記憶，後嚟終於俾佢記翻起遺書嘅內容，其實係講自己同部屬喺戰場上嘅英勇行為，同埋請求國家為嗰啲冒住生命危險英勇奮戰嘅部屬授勳。史威登堡知道答案之後，即刻返到自己嘅肉身。喺呢個時候，所有人都望住佢啊！喺皇宮裏面嘅氣氛忽然間變得好緊張。史威登堡行到女王嘅面前，講出將軍遺書裏面嘅內容。聽咗史威登堡講嘅內容，女王都打咗個突啦。之後就講：史威登堡大人，你真係令人震驚啊！辛苦晒你啦！你果然係瑞典嘅驕傲。依家就開始朗讀將軍嘅遺書啦。史威登堡喺女王嗰度接咗封遺書，就開始大聲讀出嚟啦。在場嘅官員全部都發出驚嘆聲。遺書嘅內容同史威登堡之前所講嘅幾乎係冇分別噶。而就喺呢一刻開始，所有人都將史威登堡視為瑞典嘅神人啊！跟住史威登堡繼續講佢喺靈界見到將軍嘅情況。將軍依家生活喺一個好好嘅地方啊！我做嘅事其實都唔係咁了不起，我只不過係去問一問將軍，同埋將聽到嘅帶返嚟。呢啲並唔係乜嘢超能力或者魔術，希望大家唔好誤會。女王稱讚完史威登堡之後，
佢就離開咗皇宮啦。今集我就講到呢度先，而通行靈界嘅科學家，我會分上下集去分享俾大家嘅。如果大家喜歡呢一集嘅話，記得俾 like、訂閱同分享啊！我哋下集再見，拜拜。